跑了，看着，撑着点，青东，撑着点。谁叫我老兄弟？就叫我了。 马上通知各分局，我估计在南三环一带。对。干什么？走。锤子呢？打我呀你！跑！跑！追不上你是吧？跑啊你！
不知道他是警察，我是被人利用的，真的，我就长10个点也不敢打警察呀。谁让你干的这事？是村头，他妈的是他害我，他打电话说报他那儿有一陕西人，骗他的钱，还玩弄他女朋友，让我去给他一锤子。我原先干过，一锤子300，到现在还没给我钱呢。村头呢？我发现一辆白色宝马车在湖州路口由东向西行驶，老周让他们给绑了。你知道老周跟我什么交情吗？那你这么大车，老周能回得来吗？杨天明，什么意思你？老刘，那边现在不是吵声。老刘，他再不说出来，一枪崩了你！刘哥，你别那么冲动。滚！老刘，冷静点，别激动。你应该知道，你是警察，你这么做犯法。我知道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老周跟我是10几年的交情，我要找不回来人，我怎么交代？那你也该知道，把子凭情绪不行。我用不着你教训我，你才干几年刑警啊？滚！东六，我是东2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东六目前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村头在哪儿？车上他就是。哦，冷静点。各小组注意，我是指挥中心，如发现什么可疑情况或危险情况，请随时通知我们，我们会积极配合你的行动。动物明白？没有收到。没收到。我要知道。东东呢？啊？啊？那你们还愣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快追！大曾，你跟东东可是老搭档了，你得把他给我找回来！你得把他给我找回来！你给我找回来！小雨，你让我把这件事情研究研究，再跟你说好不好？你现在逼得我都睡不着觉了。柳居，你要是再不答应我的话，我连自杀的心都有了。小云，我不让你上刑警队第一线，主要是考虑你是女同志。现在老周下落不明，我不希望看见。不，东东还活着，我会找到他的。我当然希望他还活着。是肯定。昨天晚上，我还梦到他了。小云，这个案子局里会全力去破的。你在局里等消息就不行吗？不行！我也是警察，我也学过刑警，男女平等。我为什么就不能上一线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非要一辈子干内奸？你必须答应我。